就是我们每天将民众生活中使用的一个污水，包含我们的粪便、尿液经过污水下水道的管线收集后，我们送到水资源回收中心来经过处理。那经过不同程序的一个处理之后呢，它符合环保法规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干净的一个水资源。那我们就将这些干净的水资源呢，统称为放流水。我们这边的回收水供应的主要单位，最主要有包括环保局、公务局，还有一般那个民间企业的一个需水的一个单位。另外还有在消防局也在临时有任务的话，也会到我们这边来取用。公务局跟环保局，它最主要的一个用途是在于那个街道的洒水，还有行道树的浇灌。然后民间企业的话，一般大概最主要是建筑工地的抑制扬尘。台南市呢，目前共有7座的水资源回收中心，每日呢可提供1.68万吨的一个回收水。为了增加回收水的一个再利用，目前呢这个回收水呢，大致上我们会用在我们的道路的一个洗涤，还有我们的抑制扬尘，还有我们现在在路树的一些浇灌上。那每天呢，经过我们统计，像目前11月份的使用量，一天有达到4200吨。那我们这边呢，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这个使用再生水的这个机会的话，一起可以来跟我们水利局这边来联系，那我们会来提供这些再生水的使用。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在跟经济部水利署联系之后，那把台南的灯号提早在最早的时间，其实往年都是2月左右，今年大概是现在12月就把它调整为黄灯，希望大家共同来节水。那市政府已经早在2个礼拜前，1个多礼拜前已经开始就把我们的这个用水通通改为回收水那这样子的话，许多浇灌消防或者其他的用水通通改为这个再生水的话，我们每天可以省了好几千吨的水。那这样从市府也开始做，市府带头做，那民间产业一起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水应该可以供应到明年5月以后还没问题。那如果这个大家不调整用水的话，那现在直接这样下去，可能到明年2月底3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提早因应，超前部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可能的这个旱灾平安度过。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2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上午公布新一波的首长人事，包括新任的副市长将由文化局长叶哲山接任，研考会主委由前资格处长陈淑芝出任，卫生、经发甲社会局也拢聘请专业领域的人才。其中经发局长陈凯琳因为涉嫌贪污被声压。市长表示，除了全力配合检调侦办，伊本人甲新的团队拢爱签署廉政公约。市长委托伫副市长赵清惠陪同，正式向市民报告第一波小瑞个人事，包括新任副市长由文化局长叶哲山升任，研考会主委由前资格处长陈淑芝接任。卫生局长苏世斌、消局长卢宇聪、经发局长林永川及环保局长甲文化局长，则分别由副局长陈宪峰甲陈秀婷暂时代理。伫第一波公布的5位新首长当中，因为经发局长陈凯琳卡伫涉嫌贪污被声压，所以人事案上受瞩目。对于陈凯琳的部分，我们大概是采取比较严谨的做法，要等到人选确定了其实今天就会公布但是因为刚好碰到这个状况所以我们一方面我刚刚提到对个案支持这个司法机关，对于制度我们也会做制度性的调整。因为警方局长陈凯琳涉嫌贪污被声压，市长黄伟哲表示，市府除了全力配合检调，伊本人甲未来新的团队也会签署廉政公约，定期向市民报告。对于未来的
这个市府团队首长的部分，我们都会要求来签署廉政公约。这个廉政公约跟现行的阳光法案，还是有一点差别，就是说我们对于财产的异动，我们会及时的公布。那也希望说这个部分大家都能够对于一些廉政，也就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能够做好。市长表示，袂当因为单一个案来暗砍所有团队的努力，希望检调赶紧查明，互真相水落石出。嘛强调，小类个成员以专业甲战斗力为上大的可能调整。台南新闻管及何秋芳采访报道。台南市会第3届第15次临时会上午进行第23读会，不过因为经法局长陈凯琳涉嫌贪污被声压，互未少议员轮番炮轰，尤其太阳光电、甲第61线以西暂缓开发等案，议员谢良介就表示，有人要借着这届议长选举来解套，要求市长要明确承诺。台南市议会临时会上午进行3读议案第23读会，不过因为经法局长陈凯琳遭检方来声压，引发不少的议员炮轰。不管是7个工业区的开发，或者是太阳光电，包括在野的议员谢良介、陈坤和，甚至共党的蔡苏秋金议员，拢以这届选举的结果，呼吁台61线以西应该要暂缓太阳光电的开发。并且希望市长做出承诺。市长，你都在宣誓说61号也是暂时不能种电，叫你个念在，你的经法局长的心上一个61号西的案拖住我们的议会，所以呢，今天他被法办还差不多而已啦，还差不多而已嘞。我们后面的种电的，导致于被开88枪的，我今天呢。我的传单在选举的时候就提出了，你要看，不是有开郭在清的枪，是开你市长的枪。为什么？不是对郭在清抗议，是对你的抗议。市长，拜托你啦，乌金即马是全台湾省全国拢咧讲咱台南市是乌金之都啦，古都变成黑金之都啦，你要小可思考一下。而且外口讲的绘声绘影啦，只要你若无当选议长啦，61线以西要整体开发啦。当然这是网络甲外口绘声绘影的，咱莫个掠做是话。所以提出来做参考，外口讲足济对你拢无帮助的呀。你是毋是当伫遮承诺？因为今仔日的收押案件过程中。你会当承诺讲未来西滨61线以西遮，伫你的任内，你袂当开放太阳能板、太阳能的建设伫这个区域，你会当承诺袂？自证清白啊！有影呐？议长的选举选甲讲要用这条来套。现主席市府的态度就是61线以西的部分，咱无要审议嘛。另外，有关经法局长被声压一事。市长黄伟天嘛表示，违法就移送法办，因为目前专案搁伫咧司法侦办中，伊嘛无方便来评论。至于新的经法局长，上午嘛公布由林荣川来接任。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议员蔡淑慧捐出一档的议员研究费，甲为民服务的费用。透过下营上地庙，平常时提供绿色学童营养早餐的服务，将帮助南区甲安平区的绿色学童营养早餐。蔡淑慧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去引更加侪善心人士加入，让这项善的循环一直持续。在市长黄伟哲的见证下，台南市议员蔡淑慧特别捐出一档的议员研究费，甲为民服务的费用。总共1897680块，要来帮助绿色学童的营养早餐。伊的起心动念，就是伫咧选举期间，看到真侪绿色学童因为无食早顿去学校，因此伫即届当选以后，就决定捐出第1档的议员所得。
是安尼有即个起心动念吼。我想伫这选举当中，阮行基层的时阵，我嘛曾经看过迄囡仔，有可能完全拢无食早餐，伊就去到学校，然后阮伫学校咧拜票时，我就问囡仔讲：你敢有食早餐？他们会用一个很默默的眼神看着我们。当然讲伊无食，当然伊的环境是毋是伊的环境造成伊无食早餐，还是伊的家长因为无闲无法度伊食早餐。我们在社会公益上一般来讲，政治人物因为他的薪都是领薪水的了，所以说他比较困难把这个领的薪水来作为这个部分，他不是做，并没有额外的收入或者这个做事业那当然蔡淑惠议员有这样的心，而且他是在选后，他不是在选举中做承诺他在选后才做的那真的特别不容易。议员伫咧做爱心的同时，因为惊囡仔去用打标签，因此透过民政局长的牵线，每盒长期咧做营养早餐的下营上帝庙，希望结合更侪善心人士共同加入。公部门这个部分帮忙部分学校的部分就营养午餐，但是营养早餐的这个部分呢，说实在我们公部门也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部分所以就是需要的讲民间一个这力量考虑到学生的感受问题，跟学校的配合问题，我们都有经过比较细腻的处理方式，会保护孩童正常的成长。个人善心一出，台南市商会理事长宋俊明嘛自掏腰包，将善款投干200万，全部捐予下营上帝庙，来做绿色学童的营养早餐。议员表示，靠家己的力量，可能只用个服务几个月，半当而已。不过结合社会大众的善举，就会用个让这项活动持续办理。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另外，议员曲丽丽嘛开钱购买1000包的白米，捐予南厂保安宫，由宫庙搁再转送予南台南家扶中心，来协助家扶做合金的义卖。22号正式举行捐赠仪式。因为感受弱势家庭为每一学期的学费伤脑筋，所以身兼南厂保安宫白人圣母会副会长的议员曲丽丽，家己开钱买1000包的白米，先捐予南厂保安宫，用庙的名义，搁再转送予南家扶中心。不过，捐赠典礼上，议员曲丽丽以走行程未拄好，人并无到位，由助理代表发言。然后邱丽丽议员也希望说，借由这样的行为，让社会可以更关注说这些需要协助的社会弱势，让民间可以共襄盛举，做到帮助弱势儿童，那改善他们的生活跟知识脱贫。这也是他长期服务处在协助发放助学金的这些爱心的行为的义举，这样子。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行为抛砖引玉，让更多社会爱心共襄盛举。议员的捐赠行动嘛是宗教社会责任的实行，共同来呼吁各界关心弱势学童的受教权甲生活需求。对家扶中心来讲，600万的助学金嘛面临需要一点一滴拨款压力。其实是还蛮大一笔数字的，尤其现在经济比较不好，对，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这600万可以顺利筹募到。那我们在1月16号，在成功邮局、还有永乐邮局、还有原电邮局也有办助学义卖，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帮助我们这一群弱势家庭的孩子。会中小局副局长嘛出席，代表公部门感谢区议员甲南厂保安宫借此抛砖引玉。台日新闻军籍何乔邦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苏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
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哦，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这个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的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素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互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做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的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德阳建恒区独家出的英国梦工厂阿德曼单位公司授权，将旗下创作的动画《笑笑羊》请到德阳建顶面举办特展。这场展览也是《笑笑羊》首次来到台南开展，做伙来看卖。德阳建伫1977年由美国移交予台湾，了后伫我国服役了28冬。德阳建伫2005年退役了后。2009年伫安平港安置并进行修复工程，现在已经成为全国第一座厨艺军舰再利用的园区景点，受到真侪军事迷喜爱。为了服务寡济课程，园区过去曾经邀请泰迪熊以及钢铁人来设展，这次更是取得英国梦工厂阿德曼动画公司的授权，邀请到笑笑羊来设展。笑笑羊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爱的一个动画片。那笑笑羊的农场其实充满了欢笑，也有很多智慧的一个传达。那这一次我们把这个德阳舰化身为海上的农场，那引来了英国的笑笑羊。那在这一艘船里面来做展示，所以欢迎这段时间我们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到德阳舰可以看见德阳舰的历史，那也可以看见新的文创。我们从4年前开始，就是跟不同的一个
动画 IP 这边来做一个配合。然后今年我们特别引进小夏亚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以让小夏亚融合在我们军舰里面，然后除了这艘军舰本身的一个军事设施的一个以外，那其实在融合这个动画的元素之后，让这边的一个博物馆更加的有趣。园区现场除了有展示各种小夏阳公仔以外，也推出甲特典相关的限量纪念商品，互来参观民众嘛会当将这次的回忆买回去厝留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第一间茶色牛排餐厅，伫2个月前进驻大湾东百货，选伫同齐一天正式开幕，而且佮结合市府社会局，建请50位60岁儿童少年，并且提供100张的兑换券，要请60岁享用圣诞大餐。市长甲市长夫人也特别到场祝福，并且感谢因的善行。台南第一间以菜色甲熟成为特色的牛排餐厅，伫9月底试营运以来，不用写到8成的人客，那假日拢是客满。加上防疫有成，目前学校、南科甲药厂等50人到100人，每一人消费超过2000块的订单嘛愈来愈多。所以因选定12月22同齐一天正式开幕，嘛要来做公益回馈。除了宴请50位弱势儿少家庭，会中佮加码提供100张餐券，要由社局服务的弱势家庭来响应。伫开幕仪式当中，各界贵宾以弄花金卵向前开市大吉，也接灯红，并祝福满满。祝福我们木火柴烧牛排餐厅，里面有祝福语，我们要把祝福语。希望今天能有市长、副市长的抛砖引玉及远东集团徐总经理的见证下，使更多的人投入社会公益，更多的团体投入社会公益活动，更同时希望我们木火柴烧牛排能够从台南远东百货成功店出发，望远全台湾。会中市长夫人刘玉珍以公益志工身份嘛到场，对业者善行表达感恩。市长委贴嘛伫开幕式最后赶到位，甲所有贵宾留念，表达祝福。我们今天能够共同来见证木火牛排它所做的这样子的许多的善事，还有包括捐赠100张餐券，还有邀请我们这个偏乡的同学一起来享用美食哈。那我们也来庆贺他的风风火火木上加火加风这个就是太好了。那也祝福所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喜乐，木火牛排生意兴隆，宏兔大展。各位长官贵宾，我祝福我们徐总经理，还有远东百货各位长官，大家都顺顺利利鸿运大开。伫当这甲岁末的时节，社会局会牵线，互弱势家庭有机会当响应爱心企业的圣诞大餐，嘛好有更较侪团体共同来响应，持续创造幸福大台南。台南新闻阮子何秋芳采访报道。农历年进前的1个月是全国的管会月，尤其长达10天的春节假期，会库的库存量严重的不足。台南市政府为了响应管会，副市长赵清惠特别出席管会活动，呼吁社会大众踊跃管会。近期疫情渐渐平稳，医疗病患转去到病院治疗，互医疗的用费大大增加，会库存量一直无法度达到安全的等级。加上顶礼拜寒流，民众出门关会意愿降低，会库面临历史的新低点。会疫库存只剩无到3-4天，医疗用费情形是相当危急。对此，台南关会中心特别举办捐血有爱，因为你在活动，希望会当号召更侪立会民众加入。台
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也特别出面呼吁市民朋友共同来关会。寒假的时候有长达10天的年假，那这10天的年假，因为有很多的年轻朋友拢登去厝里所以咱也希望讲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记者会，包括中有7个服务处的部分、服务站的部分，都会来响应我们的一些捐血的一个活动。为血库加满油，仪式开始，请加油。捐血人不止政府来协助，台湾中油台南营业处副处长黄玉成也带领多位中油干部做伙来帮忙募会。12月26号到12月30号期间，将伫咧台南关会中心7个关会定点举办捐血有爱，因为你在关会聚会活动。所以我们这一阵子就是面临到就是库存特别的低，就是因为捐的量它没办法急速上升，但是用是急速上升所以在这里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台南市民朋友，就是假设你有空，或是你可以挪出一点时间的话，就到我们的到处可以看到捐血点去捐血。那我们在这个月里面，也有很多的企业，包括中油，都跟我们配合办理企业周。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段时间，透过这些企业的帮忙，让我们的捐血量能够上升。为了感谢长期参与关会民众爱心，台南关会中心特别准备了喜上法兰绒被，要予民众一点来换。用心准备的感恩礼，就是希望会当吸引到更侪热心民众来关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